别回华山了，跟我回衡山吧，让我在您身边尽孝。冲儿，如今你的武功已经大成，有任姑娘陪在你的身边，师娘就放心了。珊儿胆子小，又怕黑，她一个人在下面，我不放心。师娘，前辈。师娘，冲儿，师娘，你天性过于善良，日后对人不可太过好。师娘。三师脑神胆。东方不败。为何拦我？岳不群战东方不败未出全力，师父若贸然出手，定会吃大亏。蓝凤凰呢？他带着东方不败逃了。这怎么办啊？这个。谢谢啊。青菜了啊，青菜。贱人！师父您不必生气，弟子已将林平之带回来了。好。他答应和咱们结盟，并献出辟邪剑谱。那他人在哪儿？受了些打击，此时已喝得酩酊大醉。对面的人都听着，人我行已经封了，小东方生死未卜，尔等还要负隅顽抗吗？哈哈哈哈哈！谁说老夫疯了？听闻岳掌门练成了辟邪剑谱，
不知能否挡下我手下儿郎们的金刚神剑？任教主，你想做缩头乌龟，那岳某岂能不成人之美？那我们只有后会有期了。不送。岳掌门，难道就这样放过魔教了吗？这样，岂不是太便宜了他们？任老鬼阴险狡诈，我们没有必要跟他硬拼。各位，都暂时回山休养生息，日后一定有机会将魔教彻底铲除。等见完我爹以后，我就陪你去把岳夫人和岳姑娘合葬在一起。没想到害死2位师太的，竟然是师父。岳不群比左冷禅还丧心病狂，下次你见到他也不用心软。他终究是我师父，我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令狐冲，令狐冲，我正准备去找你，快救救东方不败吧！他这是中了3尸鸟神丹的毒，是的，只有吸心大法才可以将他的毒素吸出，只有你能救他。扶起来！不行，到了你身上怎么办？你内力深厚，一定可以镇压住毒素。东方不败，他武功全废了。拿着。冲哥，托蓝教授的福，我早就百毒不侵了。是啊，你曾吸了黑丸和冰蚕的奇毒，我竟然将此事给忘了。拿着。你没事吧？多谢了。以后你有任何事情，五毒教任你差遣。没了武功，也就没了欲望。你带着他远离江湖吧，去过普通人的日子。师弟，醒醒！怎么了？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了？师傅，怎么回事？是大师兄，他和那个魔教妖女一道来的。师娘呢？大师兄把师娘抱走了，我听到屋内有人大哭，似乎怎样？
似乎师娘去世了。什么？说什么？东方不败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我脑中的令狐冲帮你将3尸脑神丹的毒素吸出了。这怎么可能？你放心，他现在百毒不侵，不会有事的。我现在内力尽失，是个废人。等避过这阵风头，我们回云南吧，不要再问江湖事。一路上都是我拖累你，余下的日子，你就别再顾及我了。这样对你好，对我也能减少对你的愧疚。你觉得那是对我好，那是你的想法，不是我的。我自己很清楚我自己要什么，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。你对我的好，我知道的，穷其一生都无以回报。只是，你心怀天下苍生，不愿黑白再起纷争，不愿无辜的百姓再遭横祸。你想平复欲望、贪念以及恩怨，你想改变神教、五岳以及整个江湖，好让你的宏愿得以实现，是不是？你懂我，你懂我，更是我自己。惭愧，当初没信你的话，让我行这个奸人得逞。什么意思？我终于知道任我行为什么不练《葵花宝典》了。这2门功夫相互克制，有害无益。你之前练功，我们一直以为是3尸脑神。原来，昨日我用吸星大法对付方真和冲虚，终于酿成大错。任我行他用心险恶，枉我对神教忠心耿耿。任我行，他害怕的恐怕不是你的武功精进，他害怕的是你的理想得以实现。你要建立的和谐成功之时，便是他的毁灭之日，所以他要毁了你的武功，好让你的宏愿
当真是恶魔。我不能让他得偿所愿。你有办法恢复你的武功吗？葵花宝典和辟邪剑谱相辅相成，或许还有一线生机。等大事一了，我便归隐田园，从此便不再过问江湖事。那到时候我们就一起回云南总坛，过我们的逍遥日子去。好。当真。现在到处都是吴越的人，走海路会安全一些。等晚上，我们就坐渔船出海走。你在这等我，我去找些干粮来。千万小心。这便是林家的辟邪剑谱。怎么样？好，师父。师父，剑谱是真的。好，我既答应与二位相交，又怎会以假剑谱骗人？那不成了跟岳不群一样的卑鄙小人？林少侠息怒，我们并无此意啊。林兄一诺千金，岂是那伪君子可比的？是啊，是啊。待你们二位练成剑谱，定叫那华山派鸡犬不留。嗯。嗯。林少侠在此，蓝凤凰有失远迎。昨夜，五毒教弟子死伤殆尽，左掌门却毫发无损。想必是临阵脱逃吧？然教主，我也是被形势所逼，还请蓝教主息怒啊。
辟邪剑谱落在东方不败手，着实麻烦。不过，我们现在头号大敌仍是岳不群。我会放出风声，说岳灵珊是因为令狐冲而死。就让他们师徒二人斗个你死我活。没事了。此生没有你待我好，要我如何回报？爱，如果要回报，那还是爱吗？此生我从未对一个人付出过真心，却在你这里感受到了人间真爱。为什么你不早点出现？为何造化弄人？东方，我的能力只能到这儿了。你的宏图大业，只能你自己去完成。今日，我们各奔东西，就此别过。我希望你赶紧恢复武功，踏平武林邪恶，救助世道黎民。你别说了，你别说了，你别说了，你别再这么懂我了。你这样会摧垮我的。你怎么了？别对我这样的好！这样很虚幻，很不真实，不是我所认识的江湖，不是我所认识的武林，我所认识的全部都是谎言、欺骗、阴谋和自欺欺人。东方，你到底怎么了？啊！别管我！你武功……对不起，我一时恍惚了，我……你武功没废。不是的，因为我是见到辟邪剑谱太激动，见到你太感动了，所以我才……东方不败，你这个骗子！我没有骗你，你相信我。骗子！骗子！你说我是骗子？我是骗子？我是骗子！我是骗子，那这个江湖上就都是骗子了，全都是贪婪的、庸俗的。
自以为是、勾心斗角的骗子。我至少是一个想要改变这个骗子江湖的骗子吧？我是一个有理想、有抱负的骗子啊，对不对？我问你对不对？说话，说话。你要我说什么？说我蓝凤凰瞎了眼，看错人吗？你信不信我可以一掌打死你？去手，从你身上我真的能够感受到爱。爱在瞬间不就变成这样了吗？这个就是江湖，这个就是现实。现实就是比爱更残酷。我不想骗你的，但是我不得不骗你。人我行的阴招虽然厉害，但却比不上你的三尸脑神丹。多亏你遇到令狐冲那个蠢货，全都是假的。你们不过是我手中的一颗棋子。你想知道骗子是怎么诞生的吗？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一个关于武林宗师和一个孩子的故事。一个武林宗师要把一个孩子送入魔教，为的是当做一个棋子，有朝一日能够里应外合铲除魔教。这个孩子只身来到魔教，深受魔教教主的喜爱。但为了不让他习得全部的葵花宝典，你知道那个魔教教主做了什么吗？他把这个孩子给宫刑了。从此，这孩子恨透了武林纷争。他知道，只有辟邪剑谱才是他真正的主人。只有得到辟邪剑谱，他才能复仇平教，他才能独步天下。才能不被任何人当作棋子。
那个小孩就是你。任我行，我必杀他。当年我特地找到杨莲亭，就是为了留作对付任我行的杀手锏。可惜我低估了他对任我行的恨意。我娘最终因你而死，便要替他报仇。最后，被他那无聊的、可笑的亲情所左右。菲儿，爹对不起你和你娘，我不管你信不信，在爹的心里，你跟莹莹是一般无二的。害我功亏一篑。菲儿，不过所幸，我知道了你师父与任我行的恩怨，当真令我喜出望外，不枉我之前费尽心机引你上钩。任我行生性多疑，哼，果然不出我所料，在我离开黑木崖之后，他便拿朱雀开刀了。既然一切都在你的算计当中，那为什么你要阻止我杀任我行呢？向问天当时已死，任我行孤掌难鸣，我有更好的法子对付他。况且只有你保持恨意，才能激发你的无限潜力。整个计划中最让我惊喜的就是你了。原本只是想借助一下五毒教的势力牵制一下五岳罢了，没想到真让你把辟邪剑谱给我找来了，害我差点失去了定力。你以为你坐那儿看着我就可以杀了我吗？能吗？我只是觉得我是个笑话。我刚刚听了你的故事，也觉得你好可怜。是不是恨我至极，想将我抽筋扒皮？你若回头，你我还是路人；你若执迷，必将自毙。小女子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，你还跟着我干嘛呢？难道你想看我痛哭流涕、摇尾乞怜吗？我欺骗了你的感情，将你玩弄于股掌之间，你就不想杀我吗？感情是扇窗户，需要两个人一起打开，而你我之间是一堵墙，何来感情？一堵墙？你是在讥笑我受过宫刑？你以为我真的爱你吗？我跟你一样，只是演戏罢了。原来你才是我见过最恶心的人。你敢骂我？哼！
你不觉得这儿有些古怪吗？你怎么了？没事。属下拜见圣姑。平长老不必多礼。平先生，好久不见了。啊，令狐少侠中气十足，看来身体无恙了。托平先生的福。平长老，我爹呢？哦，教主正在练功，我已经命人进去禀报了。这次正邪相争，胜负如何？平定县之役，本教高手全军覆没，正道那边也是元气大伤。好在圣姑跟令狐少侠的及时回归，本教又添一份助力啊。圣姑，教主在里边等着你。爹，爹，爹。师父害死定贤、定仪两位师太，可他对我又有养育之恩，我怎能杀他？他当上五岳掌门后，便攻打黑木崖，争霸江湖，与左冷禅又有何分别？是他本就如此，还是练了辟邪剑谱后，心性大变呢？干嘛发这么大的火？任前辈，你的声音怎么了？我这2天染了风寒。我让你准备的聘礼怎么样了？还请任前辈恕罪。剑谱之事，我实在是无能为力。晚辈斗胆有个请求，还请前辈以后不再与正派为敌，还江湖一个太平。这事儿由不得我。岳不群刚刚退去，他总有一天会卷土重来。我要辟邪剑谱，就是为了震慑他，让他不敢轻举妄动。这些年，江湖的平衡被打破，纷争不断，但各方都没有决胜的把握，反倒是安分守己，天下太平。前辈，辟邪剑谱至今还下落不明啊。我倒有个办法，你的独孤九剑独树一帜，未必输给辟邪剑谱，你就把它献给老夫。前辈，独孤九剑乃是我们华山派。你口口声声是为黎民百姓，却连这门派之剑都放不下，太可笑了。前辈，您教训的对，我愿意将独孤九剑献给你。当真？此事甚好，你把剑谱抄下来，明天交与老夫。
你呀，在这世上的日子不多了。臭丫头，你往哪儿跑？来人呐！来人！别叫了，附近的兄弟都让我遣散了，叫破嗓子也没用了。是吗？春哥，他不是我爹。平前辈，藏得够深的。被你发现了。任教主呢？参见教主。使不得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！折杀小人了。任我行滥杀无辜，在教中大失人心。是时候该动手了。谁？装神弄鬼，滚出来！西湖地牢遮风避雨，不愁吃喝。教主啊，你真的不该回来。果然是你。凭一指，原来你部下。哈哈哈哈哈！好，很好，东方不败，你倒是煞费苦心呐。教主谬赞了。
我爹娘，别找了，平一直心思缜密，肯定在里面锁死了。这条道直通黑木崖山下，谁也进不去。我想再见我爹最后一面。
杀害了小师妹。那令狐冲的人呢？他和任盈盈一道上了黑木崖。好你个吃里扒外的畜生！你竟敢出卖我！季武师路过你们家，去看望不死姑娘，才发现她旧病复发，去世已经多时了。季武师将葬礼办得风风光光，还请法师念经超度。若不是令狐冲，我女儿就不会死。你疯了！这话要传到任大小姐耳朵里，那还得了？我女儿的救命药给令狐冲服了，可任大小姐却责怪咱们不懂医理，把咱们骂了个狗血淋头。他令狐冲的命是命，我女儿就活该等死吗？咱们对他千依百顺，拼着命到少林寺去相救，可他任盈盈有一个谢字没。同源谷这帮兄弟，有哪一个是心甘情愿留在此处的？走，看看。哎呀，人家令狐公子和任大小姐双宿双栖，把咱们扔在同源谷没人管，哎，让人心寒呐。哎，你们两个臭老头子，竟敢背后说令狐冲和姑姑的坏话，哼，该当何罪啊？四位，听我解释啊！解释什么呀？解释什么？有什么可解释的？神教教规，目无尊上者，当受拔舌之刑。对，老子爱说什么就说什么，轮不到你们这四个狗东西来管。上！听我解释，解释个屁！还敢说吗？啊！说呀！让你说，说呀！说呀！什么东西？张二人只是一时失言，你们这样做太过分了。是啊，老头子失去了女儿，牢骚几句算得了什么？你们说什么？这条路上香客这么多，你以后让他们怎么在江湖上立足？就是啊，怎么这样？你们四个太不像话！嚷嚷什么呢？啊？立足？我呸！还立足？没有姑姑和令狐冲，怎么立足啊？就是啊！谁再侮辱姑姑，就是他们俩的下场。给我听好了，借庆封上，令狐冲说了算，在同源国里，我们四兄弟为首。对，听我的，听明白没有？有谁不服？
打断腿一起掉下来。有不服的吗？听到没有？啊！这就是下场。怎么样？这是听我们的。听见了没有？谁不服？来！要早知道东方不败狼子野心，当初就该任由他被30脑神丹折磨。一本辟邪剑谱，引出多少人争霸天下的野心啊！师傅和东方不败本应是人中龙凤，如今却变成了利益熏心的恶魔。独孤九剑未必敌不过辟邪剑谱，怎么没见你有成雄之心啊？